小朋友們可以咧，我高少少頭啦，向正上方嘅攝影師哥哥係啦，嗰度揮住手嘅，嗰度影一張大合照。仲有一個啊！好，咁我哋咧等齊人咧一齊影張大合照啊！好，再嚟望住觀眾席中間，一二三，笑。好多謝咁多位得獎者，恭喜晒以上得獎者，亦都請吳步村老師為我哋繼續留步，頒發青少年組群舞嘅2個銀獎。獲得銀獎嘅包括 GT01 愛薇芭蕾藝術中心、吉賽爾選。